澳門衛星場嘅3年過渡期喺去年底屆滿，多間衛星場自舊年第四季起陸續結業，年底只係剩低幾間殺數最強大嘅大場。不過再唔捨得，最終都係要講再見。舊年澳博旗下仍然繼續營業嘅衛星場，亦都只係剩低置地、財神、金碧以及已經轉為澳博自營場嘅凱旋門。金碧匯彩喺舊年12月只係營運咗1日就提前結業。據柯煙渠道所得嘅數據顯示，金碧上個月嘅殺數只有39萬，而呢個場舊年全年總殺數錄得大約11.3億元，佔澳門總賭收大約0.46%。另一方面，有得繼續留低嘅凱旋門上個月嘅殺數就錄得1.35億元，按月增長咗5.5%。睇嚟亦都吸納咗周邊已經結業嘅衛星場部分客源，而穩坐殺數榜冠軍嘅盟主置地，上個月雖然做少咗1日生意，提前喺12月30號結業，但係殺數仍然超越無縫交接嘅凱旋門，錄得1.82億元。不過對比舊年11月日均殺數686.7萬，按月就下跌咗11.6%。而呢個場舊年全年總殺數大約為27.42億元，佔總賭收大約1.1%。至於上個月9號結業嘅財神，亦都錄得3000萬嘅殺數，即係日均殺數330.3萬，對比11月嘅353.3萬下跌大約5.7%。總結舊年12月衛星場總殺數錄得3.4739億元。佔澳門同月總賭收大約1.7%。衛星場嘅時代正式過去，其市場份額將被邊啲大場搶佔仍然有待觀察。但係以新口岸區嘅星際為例，上個月嘅殺數明顯轉好，錄得4.76億元。澳門半島區嘅各大場亦都增加咗投注額較低嘅賭台，以吸引原有衛星場嘅賭客。除此之外，金沙中國旗下嘅澳門金沙近期亦都新設明珠博彩區，設有28張百家樂台。而澳博旗下嘅葡京酒店3樓嘅原 VIP 區，亦都改建為設有12張賭台嘅中場博彩區。